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趙 Sir 今年就2026年啦。我哋由2020年去到今年2026年咧，已經係第7個年頭。咁今屆第7屆嘅註冊之路咧，就係嚟緊今個月下個星期嘅1月22日星期4，就7點鐘開始。咁喺Inno Centre 啦，九龍塘嘅。咁如果你係以下嘅5種情況咧，咁今年真係好希望見到你啦。嗱，第一，如果你係想攞你嘅註冊牌照好耐，咁但係都仲未落手嘅，咁你係第一個啦。第二樣嘢，你會唔會試過想申請，但係唔知點入手呢？第三，你會唔會係曾經申請過，但係咧失敗嘅？有啲嘢棘住你，唔能夠成功申請。又或者第四，你係今年喺你個生意上，你無論如何，今年一定要攞到你嘅註冊牌照。第五，如果你可能係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嘅 fans 好耐㗎啦，想今年可以嚟傾下偈，睇下你哋嘅有冇乜嘢可以同我哋交流一下，幫到你嘅生意。咁今屆第7屆嘅註冊之路咧，就非常之啱你嚇。咁只要撳落去以下條 link 嗰度咧，報名，我同事就會聯絡你啦。今屆咧仲係非常之內容豐富嘅，除咗有我哋一般註冊承建商啦 RGPC 嘅申請，小型工程承建商嘅申請嘅註冊手續嘅簡介咧，係有我哋發展局啦 AB 牌嘅申請嘅一啲簡介啦，同埋註冊專門承造商嘅一啲申請嘅簡介。咁一如既往嘅啦。咁仲有一個專題嘅探討嘅。對你，如果你係一個業界裏邊咧嘅人士，非常之有幫助啊！咁記住撳落去以下條 link 嗰度咧，咁做一個登記申請，個同事就會聯絡你。好，今年嘅註冊之路第7屆，下個禮拜4，1月22號，到時見。